昨天的晚上的事情是有原因的。那其实我的本意绝非如此，就是因为我在10月1号的时候收到了法院的通知，就是马先生的太太张美婷小姐要提出告诉。其实我入行快20年，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所以其实当下很错愕，然后也觉得可以理解梁美婷小姐的做法。我以为真的是戏载人散，然后我没有想到还会在我生日的当天再收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左思右想，我觉得也许是真的，因为之前在拍戏的过程中都没有时间跟心情好好的去跟敏婷好好的说过我内心的话，因为每次都是在很错愕或者是仓促的状态下，不管是就是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好好的说清楚，所以我想要在就是晚上的时候跟他用我的最真诚、诚实、心里诚实的到他的面前，我想要跟他面对面的诉说我的心情。我没有希望他撤告或者是什么，我没有要他做任何决定，我只是想告诉他我知道我做错了，然后我还怕耽误他的时间，所以我有在家里做好一些万全的准备。那我其实没有亲门踏户，我晚餐的时间我先打电话给他，然后他有接，可是因为他说他在电话中，所以他在给我电话。然后之后我觉得也许就是因为我之前跟他接触的经验，就是他不想要跟我面对面，所以我觉得那我直接去他家楼下试试看好了。